歡迎你嚟到 3A 放鬆呼吸練習時間。請你而家揾一笪舒適而寧靜嘅地方，確保暫時冇人騷擾到你。你可以坐喺一張凳上，亦都可以揾一個你認為舒適嘅坐墊，將周遭嘅光線亦都可以調校到你喜歡嘅光度。然後閉上雙眼，我哋會分3個階段，請你花少少時間聽我講解，一陣間會有機會俾你自己去試下。首先，第一個 A 就喺鼻哥，你需要有少少嘅想像力，想像一下你曾經有鼻塞嘅感覺係點樣嘅樣，你一定會記得起。一陣間，我哋會將所有嘅空氣從左邊開始，想象從左邊開始，而右邊就好似鼻塞嘅感覺咁，唞唔到氣嘅。將所有嘅空氣將會從左邊吸入，然後停留，將專注力停留喺眉心中間1至3秒，然後再從右邊嘅鼻孔呼出嚟，形成一個好似 A 字咁，而中間嗰一點就係喺你嘅眉心，想象好似將所有嘅空氣都送入眉心中間，想象嗰度有一粒恐怖石咁。而家就讓我哋一齊去試下做，你可以聽住我嘅聲音，一陣間我會讓你自己去試下。首先，請你而家就開始將所有嘅空氣從左邊吸入去，然後輕輕地停留在眉心中間1至3秒，再好長好長嘅從右邊呼出嚟，就係咁樣，唔使心急，我哋會做多幾次。而家再聽住我嘅指引，今次會從右邊開始，從右邊吸入所有嘅空氣，送到眉心中間，停留1至3秒，再好長好長嘅呼出嚟，冇錯，就係咁樣。而家就讓我哋一齊試下做5次嘅來回呼吸，睇下你可唔可以完成得到。唔使心急，
試下自己做，我哋做5次嘅來回，記得將所有嘅空氣都要送到眉心中間，停留之後先至再呼出去，就係咁樣，慢慢做，唔使心急。記得每一個呼都將你所有身上嘅疲勞一齊帶走，做得非常之好，就係咁樣。專注喺左邊或者右邊嘅吸或者呼，你做得非常之好，就讓我哋一齊在最後做多一次。冇錯，就係咁樣。而家想象一下，你左右兩邊已經通咗啦，兩個鼻孔都可以好暢順唞到氣。我哋將會一齊吸入新鮮嘅空氣，進入你左右兩邊嘅鼻孔。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完成，同樣地將所有嘅空氣將會送到眉心中間。試下睇下可唔可以一齊完成得到3次嘅，將所有嘅空氣都一齊送入眉心中間。慢慢嚟，然後好長好長嘅再呼落嚟，冇錯，就係咁樣。你做得非常之好。就係咁樣，你整個人都可以完全地放鬆落嚟啦。記得吸同呼都係溫柔嘅，冇需要用力嘅。係好自然嘅，你越自然就會越能夠放鬆。如果你感覺眉心有赤赤或者緊緊嘅感覺，又或者會有頭暈嘅感覺，咁就代表你太用力啦。可以再一次提醒自己，慢慢嚟，越自然，你越能夠享受喺呢個放鬆嘅領域裏邊，做得更加好，更加自在。而家就讓我哋重複再練習多幾次，讓我哋整個身體同呼吸都能夠完全感覺得到連結在一齊，享受喺呢個當下。